過到嚟咧，呢個係越秀天悅灣87平方嘅3房嘅，呢個都屬於專梯嘅設計嚇。咁戶型咧就係呢度電梯出嚟，屬於贈送嘅，大概有7-8個平方，自己屋企獨立使用咧，亦都非常之好嘅。你可以做鞋櫃同埋小朋友單車可以擺放嘅。呢個戶型咧亦都有優勢嘅，就係佢屬於小高層，只有17層高嘅，密度會比較低，隱私性亦會比較好嘅。咁呢個87係3房2衛飛機戶型，咁我哋入去睇睇戶型係點樣。電梯出嚟咧就自己一戶，自己獨立使用嘅專梯專戶。呢個戶型係南向嘅3房，就飛機戶型，房咧就分咗左右兩層嘅。咁我哋入戶咧呢邊咧就係個廚房位置，咁呢個廚房有窗嘅，就係我哋嗰個門嚟嘅。咁我哋先睇睇呢邊嘅房，呢間而家做咗2房嘅。呢間都係一個南向嘅房，實用性非常之高嘅，基本上就比較闊落嘅一個空間嚟啦。再過嚟睇睇我哋主人房，主人房係套間嘅，呢個戶型嘅話就南向13房，咁就做套間嘅啦。咁戶型我哋就參觀完啦。咁天悅灣咧而家喺度清緊尾貨嘅，選擇性樓層肯定相對少啲嘅，戶型都仲有得揀，80方嘅3房或者係我哋呢啲87、85嘅3房2衛啦。咁4房有105方同埋122方嘅，都可以俾到選擇嘅嚇。咁呢度咧已經係全部現樓，今年買咧就今年可以入住嘅，辦完手續就可以自己添置一啲家具就可以入住啦。咁呢個地段亦都係比較方便啦，即係樓下就我哋一個公立幼兒園，同埋呢邊學校咧可以入讀我哋西區嘅中心小學、西區中學嚇，屬於一啲比較唔錯嘅書包資源嚟嘅。咁呢個地段嘅話就係本身生活氣息比較濃厚啲嘅，即係居住群體會比較多。樓下有我哋一個商業街區啦，同埋如果有啲香港嘅朋友咧坐車，我哋中旅前面中旅小彩虹嗰度就有永東嘅巴士可以直達返香港嘅，都非常之方便嚇。咁如果呢個樓盤咧有興趣咧，你可以聯繫嘉欣帶你實地睇一睇。咁就暫時係咁多。